今集我將會按照呢個頻道過往嘅傳統，同咁多位觀眾預測接住落嚟12個月嘅寫字樓租賃市道走勢。一如既往，我唔識玄學，亦唔會憑空亂講，而係會按照歷史數據記錄，再結合我從事商廈代理嘅老本行經驗，整理出貼近現實嘅分析。回顧有記錄嘅過去3個蛇年，呈現2升1跌嘅格局。首先帶大家返到1989年，當時由於政治風波，經濟上各個環節自然備受衝擊，好似單日跌近600點嘅小股災，對當時仲未到3000點嘅港股市場影響唔細。隨後銀行收緊信貸，更令住宅成交下降。不過面對困境，當時商界積極轉型，逐步放棄出現收縮嘅製造同輕工業，改為開拓轉口港角色。喺貨櫃處理方面登上全球第一位，加上金融業受惠於低稅率政策發展，奠定咗日後嘅繁榮基礎。種種因素下，當時寫字樓租金按年大升超過61%，非常誇張。時間嚟到2001年，大家印象最深應該係科網熱潮爆破。當時互聯網啱啱興起冇耐，資訊科技相關嘅大企業受到憧憬同追捧，但隨住網絡零售商嘅實際業績欠佳，部分科網公司洗晒資金之後就停止交易，除咗股價大跌，甚至有宣布破產清盤。所謂期待越大，失望越大，好多散戶或者投資機構都受到影響。從差餉物業估價署嘅記錄就睇到，嗰年蛇年香港寫字樓租金水平下跌咗大約2成，好大程度就係拜科網熱潮消退導致。而經歷完一次暴升、一次急跌，對上一個蛇年走勢就平穩得多。2013年嘅時候，香港經濟開始擺脫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嘅負面影響。雖然美國聯儲局減買資產引人憂慮，但本地需求帶嚟嘅支持，貨幣同外匯市場運作暢順，息口同失業率都處於低水平，造就當年嘅寫字樓租金微升0.8%，為之後嘅一輪升勢鋪平道路。綜合過往3個蛇年升跌升嘅規律，再睇睇眼前市況，我推測2025蛇年寫字樓租金都係以下跌機會較大。始終商廈新供應陸續有嚟，但需求就反覆偏軟。坦白講，基本都只可以維持過往4至5年嘅膠着情況，租務成交數目亦好難有大驚喜。我今年最大顧慮就係銀行開始向投資者 call loan 或者要求補差價。假如唔係個別例子，而越追越積極，令更多投資者將手上資產緊急變賣，個售價將於低於市值。新買家或者都會以斷崖式租金招租，咁就會有機會令到今年寫字樓租金出現較深嘅調整。相反，如果銀行取態溫和，市場又冇發生特別負面消息，投資者一息尚存，全年計本地商廈維持跌大概5%至7%就屬於正常不過。蛇年從來講求低調、智慧同韌性，希望大家同一樣喺蛇年靈活走位。嚟到最後記得 follow 及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